咁今集咧心路歷程咧就去講翻今個禮拜有一個持續及發展開放源碼嘅社群工作坊，同埋就係一個藉住公開資料守則去申請一啲專營同埋牌照渡輪服務嘅申請嘅資料嘅。你有冇試過買咗部智能電視，但係加唔到想要嘅功能呢？又或者係電視裏邊幾個 Apps 突然間用唔到呢？部電視又過咗保養，型號又舊，冇咗支援服務去更新電視軟件，你有冇試過呢？你屋企有冇整咗智能嘅家居，但係又唔容易去加新嘅功能喎？舊嘅功能又突然壞咗喎，過咗硬件保養之後咧，就變咗智能垃圾呢？你試想象下，如果有一日未徵求到提供食水嘅機構同意，你就唔可以運用你嘅創意，唔俾你用水去做唔同嘅飲品，唔俾你用水去整唔同食物，限制你嘅自由，唔俾你將水變成唔同嘅新嘅嘢，係咪公平呢？今日如果你支持 open source 開放源碼，可以睇到 source code 原始碼，了解到程式點樣去運作，又俾你可以改到啲 source code，又俾你同人分享 open source 咗嘅 code，咁就有機會去改變將來。你就可以揾其他人啦，又或者係自己研究，就唔需要單靠嗰一間嘅廠商就能夠改動你嘅電視機、智能家居同埋智能電器。而家你嘅手機系統軟件部分係 open source，例如 Android 手機啊、Android 嘅電器啊，佢哋就係建基於一個叫 Linux 嘅作業系統內涵。咁 Linux 就係一個國際知名而又成功嘅 open source 嘅軟件。今日 open source 出嚟嘅軟件啊、計劃啊、科技啊，數以億計。由呢個電腦軟件啊，到開放數據啊、智能咖啡機啊、AI、LLM 嘅 model 啊，咁參與 open source 嘅人呢，其實係數以千萬計嘅。當中只有不足1成嘅人，即係少過10%啦，係有收入。咁為咗 sustain，為咗持續開放源碼呢種嘅自由嘅精神，希望你今日開始就能夠去支持 open source、open data 同埋 open source 嘅 AI。無論你喺網上邊留個言支持下，又或者幫手分享俾你嘅朋友，等多啲人去支持，甚至進一步去課金或者捐款俾你所支持嘅 open source 嘅計劃，又或者係長期投入 open source 嘅朋友。當初為咗支持 open source 嘅運動，20年前我就投入參與 open source 嘅社群，近年咧就開咗呢一條嘅 YouTube channel，希望你可以 comment、like 同 share，亦都可以課金去支持我嘅營運，令到我可以持續去投入開源嘅運動同埋自由開放嘅運動。咁上個禮拜尾咧，我就喺呢個故窿嘅亞洲峰會咧，就講咗一個叫做持續及發展開源社群嘅工作坊啦。咁就係一個60分鐘嘅工作坊嚟嘅。咁因為咧，開源社群喺發展嘅過程裏邊咧，就面對一啲嘅重大嘅困難啦，例如係即係貢獻者嘅老化、財務嘅困難啊，又或者係整體嘅可持續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就提出咗呢一個嘅proposals 啦，咁亦都係可以順利喺呢個古窿 A7面嗰度去講呢一個工作坊啦。咁我就係將啲嚟參加嘅朋友咧，就去分成咗唔同嘅小組啦。咁佢哋係自由去組成啦。咁我就與佢哋又係去討論嘅社群咧，就去放一啲嘅 group 啦。咁佢分享翻佢哋參與社群嘅經驗啦，同埋有啲咩 pain points 痛點去討論啦，同埋一齊咧去諗一啲潛在嘅解決方法啦。咁我亦都做咗一個簡單嘅演講，一個簡短嘅演講，去講解翻持續同埋發展社群嘅相關嘅內容啦。
咁同埋準備呢個工作坊咧，我亦都事先係做咗一個問卷嘅調查啦，去收集翻一啲嘅數據啦。咁喺我自己嘅演講嗰部分咧，咁我就提及咗近期一啲嘅開源項目嘅基金會咧，咁為咗去應對一啲財務可持續性咧，而採取咗一啲嘅措施嘅。咁我亦都係概述咗一啲嘅主要嘅挑戰啊，咁同埋講咗呢個工作坊嘅重點去討論嘅領域啦，例如係財務方面啦、人手方面啦，同埋呢啲貢獻嘅方面嘅。咁我亦都分享咗一個誒當地嘅開源社群成功吸引同埋留住貢獻者嘅個案去講翻俾大家聽啦，亦都係強調翻係財務嘅分配啊，同埋有效嘅項目或者社群嘅治理咧，咁係一個長期持續同埋發展社群嘅關鍵嘅因素嚟嘅。咁喺我嗰個嘅工作坊之前嘅問卷調查咧，咁我都見到係受訪者係喺對未來2至3年嘅財務上嘅可持續性咧，係感到係唔確定啦，同埋感覺到係憂慮嘅。咁喺呢個工作坊嘅小組討論完結咗之後咧，咁有兩組嘅朋友咧，咁分別咧就係討論Gulong 同埋討論日本嘅 OSPN Japan 咧，咁去分享翻佢哋嘅討論同埋佢哋嘅有啲咩嘅諗法啦。咁佢哋其實都係主要係討論翻係人力同埋貢獻相關嘅問題嘅，例如係社群內部嘅溝通慢啊，社群嘅結構唔清楚啊，項目嘅資源配合唔到佢哋本地社群嘅需要啊，社群嘅人老化，誒、難去吸引到非母語嘅人士去加入本地嘅社群啦，同埋難以去聯繫國家裏邊唔同城市嘅社群嘅。咁亦都佢哋係諗到一啲潛在嘅解決嘅方法嘅。咁例如係定期去舉辦一啲針對全國或者城市更加廣泛嘅社區嘅活動啦，去鼓勵城市之間嘅合作，同埋提高呢個外展嘅成效啦。亦都係提升呢個社群嘅透明度啦，例如係更加清楚嘅社群結構啊，即係預期嘅回覆嘅時間同埋回覆嘅指引啊，咁樣去吸引翻去挽留到一啲嘅新嘅貢獻者啦，亦都係招攬一啲嘅開發者咧，去為社群咧去建立一啲嘅網站啦。咁令到我係驚喜嘅咧，就係咧參加者嘅投入程度咧就超過嘅預期啦，亦都工作坊係得到一個幾高嘅評價啦，咁超乎我自己搞呢個工作坊嘅想象啦。咁我希望咧呢個工作坊能夠好快可以再搞多幾場咁樣啦。喺開放數據相關嘅事方面咧，咁今個禮拜我亦都跟進咗。我之前喺9月份咧就透過呢個公開資料守則咧，去問運輸署去攞一啲專營同埋牌照嘅渡輪嘅服務嘅申請資料嘅。咁啊睇翻佢哋即係例如去改呢個時間啦、加價咁相關嘅申請嘅資料啦，係啦。咁我就原本就我就係經呢個SSInfo.hk 啦。咁之前係Open Data Hong Kong 嘅朋友去搞嘅一個嘅portal 啦，咁咪方便翻大家去透過公開資料守則去問政府去攞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 archive 翻喺個網絡上邊啦，咁方便去大家有共同嘅數據想攞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揾一揾呢個 SSInfo.hk 啦，係啦。咁就喺我嗰個嘅嗰個資料守則嗰個申請嗰度咧，咁其實就係我就係問翻係1997年至到2025年，即係回歸之後啦。咁專業同埋牌照嘅導遊服務嘅申請資料啦。咁其實咧我就去問翻佢哋去。
去用一個CSV 或者一個 Excel 嘅 format 啦，咁去有一個圖表，一個圖表去列翻，即係渡輪公司申請嘅日期啊，邊個嘅渡輪公司嘅申請啊，佢哋係申請嘅類型係乜嘢啊，同埋即係到底個申請到底係成功啊，定係即係佢哋自己 withdraw 咗啊，定係咁運輸署拒絕咗啊，等等啦，係啦。咁去到今個月就突然間諗起係喎，都成3個月未復啦，咁所以再整個request 過去嗰邊去到底睇翻個 status 係點樣啦，咁就終於就一日之內咧就俾咗一個回覆啦。但係咧佢嗰個回覆嗰個 PDF 咧，咁嗰個表只係得呢一個2020年去到2025年期間5年裏邊，每間渡輪公司佢哋到底申請嗰啲乜，而呢堆咧係成功嘅申請嚟嘅，佢就係列翻佢申請嘅日子啊，幾時回覆啊，同埋幾時生效相關，例如改票價啊，改呢個班次啊等等嘅資料啦，係啦。咁就暫時都仲諗緊下一步點樣去做嘅，係啦，因為之前就珀麗灣客運嗰邊就要 cut 船，同埋係啦，主要想 cut 船啦，係啦，咁亦都係運輸署最後亦都係通過咗我哋嘅申請啦，所以咧就對呢個渡輪服務，香港嘅渡輪服務到底嗰個狀況係點樣，所以都想係關注下呢一方面啦，咁所以就有呢個嘅公開資料守則嘅申請翻相關數據啦。咁如果你有啲咩嘅諗法咧，而家提議都可以係留言翻俾我去考慮下咁樣啦，係啊，大家去討論下都得嘅。咁今日心路歷程咧就去到呢度啦。咁大家記住 comment、like 同 share 啦，同埋 subscribe 啦。拜拜。